在南关镇的林家鸟生态教育园区目前鸟仔长个生团，也毋过园区内底讲个甲保的鸟仔加起来才45只，头一收伫5月24出现，比往过慢个外月。目前嘛只有7收16只的幼鸟仔，生看的情况是真歹。园方表示讲，有可能是欠水，佮加上盗鸟来抢食食有关系。 各校的学童趁着暑假期间来到关田林家鸟园区观察鸟类的生态。不过今年水质无好，以及盗鸟、争取有限的食物，到目前为止，园区内的公鸟、母鸟总数才45只，创新高。5月24号出现第一收，比往年佫晚了1个月。今年有看到就是候鸟变多，然后一起停灌，所以竞争对手比较多，一起停灌，没有很多栖地。那没有很多栖地。 就造成了，就是说竞争对手很多，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顺利筑巢。台南市的饲鸟林家鸟，2022年夏季林家鸟的族群调查有1622只，2022年冬季鸟仔类的调查有2603只林家鸟，双双是创下纪录。8社分布伫个关田区，不过根据关田区公所的统计，今年林家田敢若有211公顷，比过去270公顷较少。林家田减少嘛长期繁殖，园方今年嘛观察到林家鸟换毛变新鸟比往年较慢，参加繁殖的新鸟数目比往年较低。 今年的话，就是已经有查证的话，有312场集中在关田，关田有242，然后麻豆跟下里，其他的话盐水柳岩的部分还没有。那如果说这段时间我们都农民有发现，要赶快通报。 农民通报鸟仔收内面孵出1只到3只幼鸟，发放2000块的奖励金，4只以上3000块的奖励金。台南市去年总共发出835件，大约170万的奖金，鼓励农民保护林家鸟以及栖地。不过今年受到一级稻作休金影响繁殖，无受到二级做，所落来又搁欠水，天灌休金冲击的程度都有待观察。记者郑混达报道。